今日咧，我哋睇家人樂府呢個樓盤咧，係由山東健康集團我哋嘅國企喺珠海做嘅第一個項目。咁山東健康咧，之前係做呢個醫療健康器械嘅，所以嘅話咧，佢嘅呢個樓宇冠以健康之名。咁今日我哋就嚟睇下呢個樓盤究竟擔唔擔得起健康之名啦。咁成個小區嘅綠化率咧係去到46%㗎。咁同時喺地庫同埋電梯大堂咧係設置咗空氣淨化系統嘅。咁負離養至就高度嚇人啦。其實佢當得起健康之名嘅。咁同時咧，經過13道工序處理嘅呢個弱鹼直飲水係可以入到戶嘅。咁你嘅健康從各方面都為你保駕護航啦。家人樂府其實可以算一個健康型嘅樓盤，你睇下佢入邊嘅處處細節，都喺度提醒你記得做 gym，保持身心健康。呢度就係114平嘅示範單位，得房率咧96%，入門就係一個廚房位。咁最大嘅一個亮點咧就係7米長嘅陽台啊！呢條陽台長到好似春運排隊咁樣。咁喺呢度晾完衫，咁啊可以順便搞翻個微型茶室。同時咧，項目自帶3萬平嘅嶺南風情珠海太古里，網紅打卡點就喺屋企門口啦。交付時候呢度係一間房，所以成個單位係可以3房4房隨意切換。周邊嘅實鐘喺度擴建緊，今年建好將多600個學位。同時，鳳凰中學教育集團參與入嚟，教育質量將會進一步提升。成個主人房咧用晒呢啲玻璃通透設計啊，令成間房減少壓抑，空間感更加舒適。如果你討厭風險，想要一個更健康嘅屋企，咁就揀家人樂府啦。肥堅簡佬，殺財就手。